試問靠以憑誰解厄困？基督道成肉身，親施十架，因主愛為你牽領，捨卻救我從神祈求訴心聲，因相傾誠心信主，得蒙潔淨，同行天國路，主賜力量，眾志成城，讚美傳揚，極地奮起得勝歡喜。神是我們的避難所，是我們的力量，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。喜索我主，一朝罪債清，天父愛子，今將寶血傾，福音美意完全成，基督裏有指望，永生愛覓信憂相倍，救恩莫看輕，盼得主牽領，愛偏學美庭，聖靈護守，祝福來持拼，善美真光，萬世千秋永。耶穌又對眾人說：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跟從我的人，絕不會在黑暗裏走，卻要得到生命的光。